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百達翡麗24-4910-1200A001。1999年，百達翡麗首次推出女士專屬時計系列24，鞏固咗與愛好鐘錶嘅女士可貴嘅聯繫。當年品牌旨在滿足獨立又活躍嘅女士所求，製作一款個性鮮明、足以配合現代女性生活模式嘅時計。無論係穿着簡約時尚嘅上班裝束，又或者係優雅嘅晚禮服，24系列都均能搭配，並為你嘅裝扮錦上添花。4910-1200A001 腕錶，錶殼以不鏽鋼打造，錶殼尺寸25.1×30毫米，厚度6.8毫米。百達翡麗將原本嘅款式重新演繹，錶邊原有嘅立體羅馬數字替換為白金立體阿拉伯數字，金質梯形時錶則取代咗原本嘅鑽石時錶。錶款搭配咗藍色日輝紋錶面，猶如喺日輝中間散射，喺光線交錯下倍添精緻嘅效果同埋動感。長方形雙層階梯狀錶殼，鑲嵌咗36顆鑽石，而鑲嵌工藝準確利落。4910-1200A001 腕錶由 E15 石英機芯提供動力，以57件零件製成，動力來源來自氧化銀電池，電池壽命約3年左右。百達翡麗生產嘅石英機芯都達到咗與機械機芯同等高嘅質量水平。呢款咁精彩嘅4910-1200A001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